高雄三民区一栋透天厝件透早发生火灾，厝主含后生，还有一对男女来死亡。这厝主的看守也等去抢救。Trump 是搁再选调美国总统啊，何今日也有打电话甲讲恭喜，而且也呼吁讲支持者爱甲焦点放伫咧未来。有民众倒来看车，发现讲停伫路边，竟然去互画红线，伊的车也互开罚单。公所表示无事先公告厂商，就直接话会要求厂商改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这高雄三民区有一栋透天厝件透早发生火灾，一开始是有5个人掉伫内面，消防队员先把这厝主因翁仔某解救出来，也那伫咧3楼有发现到17岁后生，另外也有一对男女已经来死亡。送病院了后呢，这厝主和后生是救无回来，也那这厝主的看守伤势真严重，有性命危险。在去检方勘验了后，无排除是这电动脚踏车爆炸所引起的。火一直抢出，消防人员从2楼拍火，星期透早3点多将火拍开，总是发现厝内5个人脉无喘气心跳，搁一摆确认其中一对男女明显死亡。初步了解的是厝主翁仔某的亲戚甲客仔子。鞭炮爆响的声音，但是我一直看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但是后来我又听到蹦很大声的时候，是铁门已经打开来了，已经烧起来了。有疏散5大2小，那目前是在起火户的部分，我们有搜索到5名欧卡的患者，那其中3名我们有送医。厝主一个3人送医，17岁后生相当死亡，厝主也伫早起11点宣告死亡。火灾造成4个人死亡，也毋过火灾进前几啊位厝边听到冤家声音，无排除认为放火可能。有啲冤家的声啦，冤了吼。完了，都要开始，一个也开始变啊，开始类似像吵架的声音，才开始有爆炸的声音。对。星期透早，火调人员出入火场，检察官也到场。1楼红烧海下物品中有冰箱，也有一台亲像是电动自行车，且严重毁损，只剩架仔。检方勘验现场，初步排除放火，无排除是电动自行车爆炸引起大火。不过确实原因也爱等火调结果出来。烧刚刚是说。大约在50%啊，应该听不到，然后现在还在听。内底有迄什么电动车，你敢有看？迄是因囝的吧，一台尔，要因爸了，因为无够桥啊，这样过来去啊。哦，电动自行车。对。厝主的亲戚朋友拢讲，翁仔某的感情真好，无相信认为放火。厝主的太太伤势严重，人也在昏迷，因为伊伫清洁队上班，市委兼派人关心，也会提供家属相关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当今的社会不时传出有咧老师不当管教的问题。来看宜兰某一间国小的幼稚园，有一个3岁半的一个查某囡仔，伊洗身躯的时阵，互伊的家长发现讲伊的下身红过肿，问了后才发现讲这是伊囡仔呢伫幼稚园困倒的时阵偷带了，去互老师拍下身。学校即马也要启动调查，先把这涉案的教师停职啊。在宜兰某一间国小的附设幼稚园发生敢若是虐待儿童性侵的案件，有一位3岁半的查某囡仔，家长甲伊洗身躯时阵，发现伊的下体红过肿。囡仔讲是因为偷带了，互老师拍私密处，家长甲伊带去验伤。有行为表现，他直接比给我们看他的私密处，说他那里很痛，然后甚至说老师怎么打他的状况都有准确的比，就是用手比出来给我们看这样子。代志发生在咧10月中，学校接到报案了，启动性病调查，访谈当事人了解代志发生的经过。11月初6开性病委员会，涉案的老师暂时停聘，等待调查结果。被害女学生是暂时调离原班，案件进入司法调查，县政府也进行行政督导。一般来讲，启动调查，那就会静候停聘，静候调查。为了要调查真相，家长想要向学校调监视器，但过伫咧教室内面是无装。就面来讲，若教室内面有装监视器，万一囡仔伫咧学校出代志，有画面会让保护囡仔也保护老师。家长可能有一些部分想要了解的话，避免学校的被误会，然后或者是家长们他的理解的方向，可以再做一个探讨。那我觉得监视器的设置是保护着彼此，也保护着孩子。
在学前的一个设施设备当中，目前没有规定说这个是必要的一个设备，所以目前是没有强制一定要装设。不过，在学校的教室内面装监视器，有正反两边无同的意见。有一寡家长认为会影响囡仔温书权。教育处是讲，根据教育部的规定，无论是国中小也是幼儿园，监视器不是必要的教学设备，未强制学校爱装。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来路不明的物件是唔通食，想要到这来路不明的薰，竟然也有人想要买。在台南海巡查缉队最近伫咧台中的龙井，也个这台南的学家，拢查到这非法做薰的工厂，嫌犯是合法报关进口做薰的材料，却比伫咧资源回收厂内面非法做薰趁钱。现场查到的这材料呢，会当做出12万外包的薰，这被嫌犯也互人移送法办。台南的海巡查缉队各检警组成的专案小组分作2路，要去台中市龙井区、各台南市客家区的酥薰工厂，伊毋若超出大量做薰的原料，各查到要用来包装的材料。包薰啊！你包薰你就去传起来。酥薰工厂内底机器正在运转，做不合法的酥薰。台南的海巡查缉队最近接到通报。讲这违法咧做薰的集团，今年初以合法报关的方式进口做薰的原料，搁以资源回收场做掩护。经过长期的排伏、群众监视，搁收集证据，总算查到这2间非法做薰的工厂，掠到嫌犯8个人。查扣烟丝1819公斤，私烟成品1201包，卷烟35800包。共计查获私烟约127951包。破获这个私烟案，让这个社会更稳定、更治安更好，然后不会让这些私烟流入这个市场，不仅会扰乱市场秩序，而且对于国民健康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台南的海巡查缉队强调，这批酥薰也未流入去市面。不过，以过去经验来讲，每一包薰的成本大约10块，家己创品牌了后，就会以50块卖去牛墟、外籍商店或者是柑仔店等所在。不过，因为工厂的环境真垃圾，搁乱糟糟，做出来的薰恐惊对人体健康无好，呼吁民众就莫去买来路不明的薰。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咱继续来看这美国总统大选的新闻，讲到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这届是无缘正做头一位查某总统啊。伊初6要敲电话互 Trump 甲伊讲恭喜，也答应讲会和平交接，就尾随发表全国演说，希望这支持者呢，甲这重点放伫咧未来。讲到这届这选举，这民主党是输去，所以也无人来换头，要安怎东山再起，这也是一个大挑战。Earlier today, I spoke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and congratulated him on his victory. I also told him that we will help him and his team with their transition, and that we will engage in a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贺锦丽选后带着招牌笑容头一摆出现，伫母校霍华德大学发表演说，承认失败，搁承诺和平交接，强调接受选举结果是民主的根本原则。现任总统拜登甲前总统奥巴马翁仔某也各自发表书面声明，传达同款的民主和平理念。贺锦丽也鼓励少年支持者唔通绝望，比起抢位继续为女权、反对枪击暴力、甲所有人的尊严来奋斗，现场支持者拢显出失望。The millions of people who will suffer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because of his policy decisions or lack of policy decisions. This morning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the soldiers in Ukraine. We don't have a worthy president coming up. It's crushing. I honestly don't recognize my country. 民主党这场选战，总统甲国会相处分析家真会，有连环策略失误，爱检讨。贺锦丽作为副总统，真歹向着拜登政府无受欢迎的报复法，临时换将换着兵家的禁旗。另外，经济甲移民政治扣分甲基层脱节，也有非战之罪的性别种族等因素。即马正伫川普2.0时代，民主党煞无明确的领袖人物甲营养计划，连即摆安怎输的拢无袂清楚。党内人士讲，也阁有真侪反省的空间。The Republicans did well in places that we as Democrats never expect them to do well in urban areas. With Black and Latino voters, with women voters. We spent a lot of time talking about democracy, but I think we were only talking to ourselves.
Democracy is not a kitchen table issue for most Americans. So the Democratic Party will have to do some soul searching and figure out how we bounce back from this. 公司新闻协会中编译。美国的总统大选看板着这国际社会变动，讲到这届美国前总统 Trump 搁再出来选，而且伊选赢。路透社的报道有讲到，咱的总统赖清德被敲电话给 Trump。今仔日总统府也回应讲无这个代志，赖总统有指示驻美代表处发函表示祝贺。啊，那这美中台的未来走向会变做什么款呢？外交部长林佳龙就表示，中共一直伫遐使人是无可能会成功的，也无排除中共趁这美国选后的交接期扩大这铺设地带。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确定选赢，搁一摆要登去白宫。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指示驻美代表处发函恭喜，但是外国媒体批驳报道讲，赖总统有试要和川普通电话，副方澄清讲并无规划。行政院长杜英台嘛恭喜川普，强调台美关系是真稳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规划另外再致电去表达祝贺之意。恭贺已经当选的川普总统跟拜登总统能够继续带领美国跟民主伙伴国家一起稳定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因为川普顶摆就任伫第一时间内就和前总统蔡英文通话，赖川未来敢会通话也是见面，若是引起立委的关注，更较关心外交部国安高层，敢已经和川普的重要幕僚接触。外交部长林佳龙强调讲，长期以来拢有对政策交换意见。未来会不会尝试？我想随着他选举结果都底定，好，那这个人事的布局，好，我想这个沟通的管道是有的。川普选赢嘛，牵动美中台三方的关系，针对中国一直操作疑美论，未来有可能采取行动。外交部评估中美是维持独二无破的对立态势，但是无排除中国会故意在美选了后的交接期，在区域扩大铺设地带策略。刘会分析中国对台维持两个两手策略。以美论是没有必要啦，在美台的经济整合啊，好可以说是相当的深啊。如果没有了台湾跟美国的这种伙伴关系啊，那美国也很难再次伟大。这几年看下来，美国的对台政策跟对中政策其实是相对稳定的，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里面，不至于有太大的变化。针对川普发出予美国各一摆来伟大，林佳龙强调袂当无台湾。另外，美国国会挺台的力量真强。林佳龙讲，参议院这摆有30几个友台小组的成员，9个面对改选已经有6个连任。在众议院的部分嘛是同款，4个共同主席拢已经顺利连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来看这立陶宛因进前呢是拄结束这国会大选，未来的这新总理帕鲁克斯伊就向媒体表示，新政府会和中国恢复全面的外交关系，而且佫讲到用台湾做名称的代表处是一项重大外交错误。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日就表示，代表处的名称是双方政府达成共识的，也让咱台湾政府呢会拍拼维护嘅沟通。新新办贸易外交奖奖予立陶宛的前外商部长杜克斯，外交部长林佳龙发文讲，杜克斯是第一位公开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立陶宛部长。立陶宛也是头一个送新冠疫苗予台湾的欧盟成员国。感谢杜克斯以具体行动深化双边的合作，期待台湾甲立陶宛的友谊坚固。最近立陶宛拄结束国会大选，新的准总理帕鲁克斯受访的时表示，新政府想要甲中国恢复全面外交关系。佮讲，温存咱国开设以台湾号名代表处是一项重大的外交错误。也若界表达驻立陶宛代表处应该改名的总统瑙塞达也表示，支持立陶宛甲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不过强调，这不代表立陶宛应该放弃对台湾的经贸关系。立委也关注台湾甲立陶宛的关系敢会变化。其实也不是说在外力下压迫它就一定就会改变。那我们当然要去努力，立台中三边的关系不是零和的。如果中国愿意回来跟立陶宛发展正常的关系，不要再制裁他们，基本上我们都不反对。所以立中跟立台关系是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步来发展，创造多赢。
咱的友邦北老蔡高也举行总统大选，根据目前非官方的结果显示，即卖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当连任。按算台湾甲北老的邦交会真稳定，未出现重大的改变。结果会伫12了后正式公布。另外，加拿大众议院全会无异议通过上新的停台动议，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Que la résolution 2758 des Nations Unies n'établit pas la souveraineté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sur Taïwan et ne détermine ni le statut futur de Taïwan aux Nations Unies, ni la participation de Taïwan aux agences de l'ONU ou aux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Bravo! Bravo! 众议院拍谱啊支持动议当中，佮指出，电台第2758号决议并无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也无决定台湾的未来。这是伫美国众议院外委会、澳洲参议院、荷兰国会、澳洲议会了后，全球第5个议会通过相关的动议。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亚太经济会议 APEC 11月7日要伫咧秘鲁举行，总统赖清德今日亲身主持记者会，介绍这届咱的台湾代表，也就是咱总统府的主席林信基。赖总统呢有交代3项要传达给国际社会主张，林信基也讲伊袂辜负寄望。我们先看向正前方的媒体区。两人握手，代表总统赖清德邀请总统府主席林信基担任2024年 APEC 两国领袖代表，并且当场请林信基在 APEC 期间向国际社会传达3项重要主张，也就是台湾积极贡献国际社会，支持国家公平、国家有包容性的国际贸易体制，也个愿意促进甲其他经济体之间的数位贸易发展。广为宣传台湾对 APEC 的正面贡献，尤其要让各经济体清楚了解台湾历年来在 AI、数位医疗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与贡献。台湾愿意和 APEC 伙伴携手打造一个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国际贸易秩序，展现出台湾有能力也有强烈的意愿与其他经济体之间促进数位贸易以及展开相关的合作。赖总统讲，今年77岁林正义，伊的经历横跨公司部门，也捌担任过2005年韩国 APEC 领袖代表。政党人士讲，伫咧考虑今年领袖代表遴选时阵，是赖总统主动提到林正义。伊对林正义2001年参加杜哈 WTO 部长会议时阵，伫咧中国压力之下，坚持咱的立场，成功争取台湾立会表现印象正深，所以才会入选。总统交付给我的任务，我也在此向总统报告，我们代表团一定会全力以赴。我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呢，与各会员体的领袖代表，透过双边或者交流，展现出台湾作为国际社会中是一个良善、可以信赖、负责任的成员，为台湾争取到更多国际友人的支持。林正义讲，伊感觉责任正重大，一定会全力完成使命，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互助、互惠、互保的意愿甲精神，为台湾争取更加侪国际社会友人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真罕。伫咧屏东呢，有民众甲车停伫咧路边，人就做伊走，想袂到伊代志办煞，倒来牵车了后，才发现讲伊停的所在竟然放画红线，而且伊这台车呢也互警察开罚单。调监视器来看了后，确实是有人伫伊停车了后才来画红线的。公所表示讲，这搭确实是要画红线，但是画进前因无先公告，罚单是会当撤销的，这部分也会请厂商解释。看出来呢，吼，明显看出来。你个身躯红线有啥物差？后壁红线小可袂条纹，中方怀疑讲是私人去画，所以证实是公所委外厂商去画，但是却引起争议。监视器翕到工人摕油漆的桶啊、含卤啊，沿路去画红线，花路口第一台车下骹嘛手伸入去画红线。车主本地是停伫个无标线区，却变作红线违停，佮拄着有人检举，车主互开单，去甲调监视器来确认。这个画的也不够标准啊！你不觉得他这个也不是一个很标准的画的那个的红线吗？为这啥意思我嘛唔知咧。是哦，
哦，甲恁通知无？无，你讲我唔知。红线画了1点钟内，就有警察来取缔嘛，引起地方的反弹。警方讲到场的时阵，确认有红线才车单来检举，但是随后民众申诉嘛，提供现场的影像，确认车停的时阵是无红线的，会来撤销罚单。目前嘛，敢若一个车主因为安尼红开单。当时这边刚好有停一台车啦。那厂商现场纸本的公告的部分，可能我们会请厂商再补强一下。原则上是要现场做一个纸本的一个告知。我所讲，画红线的区域是出入口，照交通安全规则，爱禁止临停，才会请厂商来画线。照正常流程，就要先透过纸本向地方来公告，但是厂商无去做，后壁会要求厂商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第一做买卖时阵，就上烦恼见到这款的厂商，伫婚礼的着民众想要含厝内面的人出国去旅游，甲这旅行社注文泰国的旅行团，搁再纳4万块的定金。不过2天后，这旅行社却甲人去通知讲，这团有人总包去啊，恁若准备去泰国，就要换时间。即马这民众是出面批评业者做生意，怎会当无信用呢？美丽舞者车花餐厅，泰国旅游影片真吸引人。带伫婚礼后尾苦线时，进前向出名的旅行社网络注文泰国6天5暝旅行团，即口罩4个人都要去。伊初次出面指控讲，初时去问市纳4万块的定金，不过2天了后，煞互通知原底预定出团的时间有其他人客包团，要求因刷团改时间，并且黑白修改成团的人数，批评旅行社手法粗残，无信用。机位9位。已定4位，剩余5位。当初我们签的旅游定型化契约是10人成团，所以说这一团表示永远都没办法成团，只不过是因为我没有把机位让出来，以时间给该公司其他的团客。旅行社表示，刷团只是禁忌，并无公表。若消费者无换行程，也无爱刷团，也是会照定型化的契约行。出发前7天会通知敢会成团，若无法度成团，会全部退还定金。若网络的成团人数只是参考，随时会当调整。有其他的团体客人就是要把它就是要包团，所以变成说要把这组机位用掉的部分。那站在公司的立场，就是我们会告知客人说，那是否能够请客人做挪团的部分，或者是更换行程。当然，我也有告知他说，按照旅游契约书，我们最晚在出发前7天会告知他说会不会成团，有没有达到成团人数。公务官所来介入调查，这个是行政调查的部分，有没有违失？那另外权益的部分就是跟这个品保协会这边来主张、来申诉这样子。那后续如果还没有协调好，也可以到我们地方政府消保官这边来调解，或者来进行2次申诉。婚礼官府消保官强调，苦线时已经先付定金，业者袂当以税后结案来要求消费者改时间。民众若认为讲权益有受损，会当向交通部观光署、品保协会或者是官府来申诉，搁有调解。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中寮有7户对顶礼拜空落风台到单拢无电通用，台电调查了后才发现讲，原来是伫电线互人偷进去，大概有1000公尺长。这台电已经报警察咯，目前先救一条临时线路，互民众有电通用。平常的物件拢害了，想要看电视也无办法。南投中寮乡清水村有居民，为顶礼拜四空瑞风台停落了后就停电，到今1礼拜拢还未复电，过了关系的生活，无奈上地方面找社团求救，打电话给台电才知影电线去拆了偷去。摆时嘛是10点久就无电去啊。讲风台要来，人就断电，就无电到单啦。害了咩？再等，再去倒台。无你若等咧遮会吵啊。偌细阿某差不多80岁，厝内4台动灯，少年人甲囡仔日时拢伫咧外地上班上课，确定造成生活真无方便。台电表示，当地是我9份2线的偏远山区，大多是过境远拢做用电。经过调查，山区电线向头大约3位，长度大约总共1000公尺左右。统计了有7位民体用电受到影响。7号早起，台电已经请工班前拢了解。那经过我们派员到现场查勘，失窃的地点总共有3处，线路长度大约1000米哦。那影响的户数总共有7户，都为果园喷雾用电。台电强调，第一时间已经向警方来报案，而且向当地回收业者宣导，唔通收来路不明的电线，否则会先前往当地
搭设临时的线路，7号就会当先供电，解决民众用电的问题。后续会来做线路复原的工作。记者南投报道。风台过后要安怎复原，这是一个重大工课。咱来看嘉义新港抑个溪口，因这个所在种的柑仔蜜、番麦啊，搁这咸姜啊，拢真出名。所以因为受到这狂雷风台影响，已经造成6000多万的农业损失咯。嘉义县政府会同着农粮署、甲农会等等的单位，做伙去到新港抑个溪口会勘，希望实际了解受损的情形。雨风吹到大冷去的柑仔蜜，顶头大个芒啊，嘛拢吹到歹去。狂雷风台伫嘉义县带来阵风，造成一寡农业设施甲农作物的损害。嘉义县政府甲农粮署、农改场做伙来到产地会勘，了解实际损害的情况。风过大，一寡茎拢去坏，拢嘛是摇了安尼啦。啊，一寡芒啊嘛拢破糊糊啊。啊，你像安尼像即款情形，正经落遐做田的人就足艰苦的啦。到11月16日统计，嘉义县目前农业渔业损害金额大约计共是6449万。其中农作物的损害有2699万左右，受损的面积有200多公顷，主要拢是去雨风吹到大冷或者是渗透去。这次主要的台风是强风的部分，那所以都针对会比较高筋的作物、比较怕风的这样子的作物，在受损上会比较明显一点。另外，沿海乌边仔的部分，目前统计有4000坪的浮边仔，甲200公顷的倒边仔，落予狂雷风台来损害。嘉义县农业处表示，目前各乡镇公所搁咧进行灾害的勘查甲统计，等到资料完整了后，会送到中央来做灾害的评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美国大选的结果呢，这共和党这届是赢真多，参议院确保有52个席次，变做是占多数的党。那众议院的部分，共和党暂时以205个席次赢过民主党的190个席次。也因为这参议院是掌握着大法官和内阁成员的任命权，甚至是预算案的表决，摕到这参议院这代表讲，Trump的执政会当更加稳固。美国大选选情大部分确定，共和党伫这摆大选表现出色，川普中会白宫也夺回参议院多数党宝座。众议院选情目前也是领先，共和党现任参议院领袖麦康诺采纳表示，这摆大选是对拜登政府政绩的总体检。I think it was a referendum on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n part, people were just not happy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nominee obviously was a part of it. 伫共和党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贿选成功连任第3任期了后，共和党摕到第52席席次。参议院确定变天，共和党重新掌握多数党宝座，因为共和党现任参议院领袖麦康诺特别下任，也有过参议院的首要任务。The next big thing that Republican senators will do is elect the next majority leader in a secret ballot. It's a big decision because this is turning the page on the Mitch McConnell era in the Senate. 参议院主掌的职务包括大法官甲国员的任命权、个案事务的裁决，甲表决众议院提交的预算案。共和党这摆增加3席，目前席次来到52席，将继2021年来两党无过半的局面，为川普执政拍下坚实的基础。众议院选情部分目前继续咧开票，众议院议长强生确定前任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伊也表示会寻求党内同志支持，继续担任议长。伫民主党众议员选情部分，德拉瓦州出现第一位跨性别众议员当选人34岁莎拉·麦布莱德拍败共和党对手费伦3世，摕到德拉瓦州众议员席次，是这摆选举创下历史纪录。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讲到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搁在选调总统了后，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义是认为，来自这美国对全世界发动贸易战，对手也发动抵制进行贸易报复，就安尼使美国的 CPI 可能会增加1.9到2.5个百分点，这会影响到美国的通货膨胀。另外一方面 ，Trump 当选了后，今日要求台湾就要交这保护费率，是有专家建议大政府台湾爱伫咧进前呢，先开出这国防采购清单，唔通等到明年1月20串上任了后，才要来做沟通。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得到胜利，相关的政策按算会对全球的政经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外界关注，因为川普进前呛讲，要对所有进口货拢扣10%的关税，对中国要扣60%的重税。
川普上台了后，恐惊引起新一轮的贸易战。那如果他的贸易对手也就是说全世界也对美国的进口的东西课10%的关税，也就是贸易报复。那美国的通膨可能会增加到1.7，因为川普已经讲要对中国课60%的关税嘛。那这个如果累计上去的话，美国的 CPI 大概会增加1.9到2.5个百分点。专家分析讲，若美国对全世界发动贸易战，恐惊带动通货膨胀。因为川普重新登去白宫，外界也烦恼美国会标台积电先进制程刷到美国制造。北京已经去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警告讲，晶片战是拜登的政策，贸易顺差才是川普的重点，所以才有加重关税政策。现在川普他根本不认同你的晶片法案、晶片联盟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对台积电做哪一些事情？全面性的关税，甚至有可能逼台积电去的更多，或把更先进的制程给搬过去。我觉得这都有可能。他不只要你一颗珍珠，他要你整个项链。针对川普捌叫台湾爱交保护费，要求台湾提升国防支出等言论，专家建议，赖政府即马得要对川普完全执政的新政权上台了后，思考对应的路线。尤其台湾爱对国防采购清单做出具体的承诺，袂当等到明年1月20就职了后才讲。国防经费占 GDP 比重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一个2.45%，我认为要做出一个具体的承诺那么在什么时间点上能够到3%国防采购的清单，我们要重整，我们要重新盘整，要重新调整。讲到保护费，韩耀南认为讲，对台美之间有协议的协防行为，台湾也是愿意付钱的。不过这是牵涉到美中关系问题，不是单单是台美关系尔。中驻美代表高淑泰是认为讲，台湾爱充分运用硬实力甲软实力，唔通骄傲也唔通落软，向川普新政府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述，并且诉求上大化的立循。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看刷咱来看到德国讲因的总理小组，因为这预算政策含这财政部长林德纳意见袂合，就甲伊开除。林德纳所领导的是自由民主党，随来退出这内阁，执政联盟也随来帮盘。所以来小组政府就要面对这国会信任投票，若准是无法度通过，德国伫咧明年3月底进前就会提早举行大选。Zu oft hat Bundesminister Lindner Gesetze sachfremd blockiert. Zu oft hat er kleinkariert parteipolitisch taktiert. Zu oft hat er mein Vertrauen gebrochen. Sogar die Einigung auf den Haushalt hat er einseitig wieder aufgekündigt, nachdem wir uns in langen Verhandlungen bereits darauf verständigt hatten. Es gibt keine Vertrauensbasis für die weitere Zusammenarbeit. So ist ernsthafte Regierungsarbeit nicht möglich. 就伫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川普确定重新登去白宫的同一天，欧洲上大的经济体德国总理小组煞宣布开除财政部长林德纳，理由是两人伫2025年的预算案意见严重袂合。不过真无欢喜，互换掉的林德纳嘛有话要讲。Olaf Scholz hat leider gezeigt, dass er nicht die Kraft hat, unserem Land einen neuen Aufbruch zu ermöglichen. Stattdessen hat der Bundeskanzler seit heute Nachmittag ultimativ von mir verlangt, die Schuldenbremse des Grundgesetzes auszusetzen. Dem konnte ich nicht zustimmen, weil ich damit meinen Amtseid verletzt hätte. 今年8月份，德国执政联盟经过真侪届协商了后，总算达成协议，同意甲2025年预算的亏损对170亿的欧元降低到120亿的欧元。苏当时林德纳捌对外坦白讲，这个数字高过伊的预期。分析指出，德国连续2年经济负成长，小组希望透过机制增加政府的开销。不过林德纳希望减税、减少社会福利甲环保支出，落尾地区双方拍不无。林德纳获开除了后，随带自由民主党4位内阁成员离开。德党虽然承诺会继续留伫政府运作，不过原底的青红灯联盟已经变作少数政府。小组表示，伊会请求国会伫明年1月15举行信任投票，若准无过关，伊会解散国会，上班伫明年3月底提前大选。又若面对极右派政党出头，又有川普的保护主义等等的挑战，小组的难题恐惊搁伫后壁。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咱继续来关心到这台北警花城案件，
昨是以证人的身份团蔡壁如，也个前民众党秘书长张德阳来作证。那今仔日是用证人的身份，第二届约谈郭文地太太陈培基来问话。在案的2名被告呢，包含着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也个国民党的代表市议员应晓薇，早起也个甲因叫来问话。另外，检方申请口仔经花城土地，互高等法院发回了后，代表地方法院是第2届裁准口仔。夫人今天来作证吗？透早出现电证书对提问无讲话，北检侦办经花城案几个月过去，初次搁以证人身份，第2摆约谈民众党主席郭文地的家后陈培基，承办检察官也到现场，经过大约3点半钟审问了后请回。搁坐轮椅应讯，检方积极调查，初次也提审在押被告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坐另外一台警备车，缀伫后壁来到专案几名的被告，方应押了后，检联一直有动作继续追查，关系联络对价关系、甲关键金流等疑点。今天状况还好吗？好，谢谢。好，小心哦。面对媒体大电视提问，无加讲一句话。台中市府顾问也是前民众党立委蔡壁如，伫初六头一摆以证人身份团还，接受完廉政官审问，佮到地检署复审超过5点钟，先后请回，离离笑行出北检。同一日，向团还作证，也有前民众党秘书长张德阳等人。有没有说明的？经花城用这队变更，敢是涉及弊端，北检侦办专案扩大范围追查，也申请口押经花城土地。经过中国公司控股和驳回经材料后，台北地院2度裁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114年的总预算案一直卡掉的，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就邀请立法院朝野党团大家来啉咖啡，协商讨论，最后也达成共识，做出决议。包括着这减发补偿金额，逐年10公顷对3万块提悬到6万，也拿这健保的点值每点是0.95块。行政院伫咧明年6月30进前爱完成。也拿讲到这公粮的介绍呢，年底进前会提出相关方案。那边也同意初八甲这总预算案交予委员会审查。行政院长杜英泰和立法院国民党团的3长握手致意。针对114年总预算案一直调伫遐，若要关心原住民减发补偿、公牛收购、健保点值调升的3大法案，杜英泰初一下晡2点做主人，邀请朝野党团到行政院啉咖啡做协商讨论。那个3长拢总有来，不过民众党团是减总调黄国昌，伊的人是伫咧立法院审查乌白案假保护法案。经过1点钟45分的关门讨论，国民党团总调布坤基是学到杜英泰有提出诚意，和朝野沟通真顺，而且作成决议，包括减发补偿的金额，当年10公顷3万提悬到6万，明年以追加预算来完成。健保点值达点是0.95块，行政院会伫明年6月30进前达标。公牛收购价要求农业部伫12月31进前提出完整方案，但布坤基不满农业部失责任。我们今天非常的生气。郑重警告，这个不适任的农业部长，要他把确确实实的事情能够跟行政院来反映。很高兴哈，行政院这个拿出了诚意哈，然后在这几个案子当中有回到一个正轨哈。气氛非常良好，而且要善意解决，当然就是要互惠啊。朝野同意初八甲114年的总预算复委审查，不过财委法的修正案，朝野同款是要继续攻防。主计总处讲，若是照那样的版本，放出6612亿的财源，就等于总预算红台一半，严重影响到中央施政。这样的话，那地方的自有财源就大幅的增加，甚至有很多的县市，它自有的财源已经高出它的支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在要求保障一般性补助款，就是非常的不合理。关于怎么样分配更公平，或是更有利于大家的同时的发展，因为毕竟这是强调，就是不能够让弱者越弱，强者越强。立法院财委会初6快速通过财委法修正案，行政院未同意，但是嘛未提出行政院版的财委法，强调照现行制度推动各大重要建设。各界对统筹分配税款的公平性想法无同，呼吁爱理性沟通。记者综合报道。
唔知观众朋友，你敢有了解你家己的体质？你是体质较少，或者是较零底的？讲到今仔日是立冬，俗语讲立冬补喙空。古早人认为讲，这一年的辛苦，身体需要伫咧即天来家补一下关机。不过，这中医师也要提醒大家哦，讲这食麻油鸡、羊肉炉、姜母鸭，拢爱特别注意，唔是每一个人的体质拢适合食补。小滚滚香滚滚的姜母鸭，香到桌顶，人看了真想要食。有袂少人拢会伫立冬、补冬即天选择食羊肉炉、姜母鸭，也是烧酒鸡来补身体。有的民众感觉食煞寒天，就较袂惊寒。因为古早人的智慧，讲即天食补，身体较会好，啊寒天阁袂惊寒。针对补冬食补，有中医师建议民众，其实应该爱看家己是虾米体质，适合虾米款的食材，才袂食补，最后害变身体吃苦。大家常看到都是姜母鸭、烧酒鸡、麻油鸡之类的。那如果说一些比较容易疲倦啦、自己觉得气虚的人，他可以用西洋参鸡汤，那些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进补。那如果像是一些气血比较虚松、冬季手脚容易冰冷的人，那他可以像是用我们的何首乌鸡汤来做进补的动作。有人讲身体较弱的人无适合食补，中医师表示，身体弱会当伫四神汤内底加一寡汉药材，也是一款真好的补冬方式。燥热的人不适合进补，可是像是四神汤这样子的东西是可以做的，因为它其实补性并没有很高，反而更多的是补养脾胃，然后让你的消化更好。像是山药、茯苓、芡实跟莲子，那有些人喜欢可以再加一点点薏仁，增加口感。这样的四神汤的组合也很适合现代人做冬令进补。伫补冬即天，新竹有爱心团体专工来到消防队，穿好了来替辛苦救灾的消防人员补冬，大家是食甲身躯烧烧，心目感觉真温暖。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为了要加强民众伫咧工课场所的边框观念，劳动部今年特别用关注民族，也佫有新的俘虏这两个概念来翕影片，想要用戏剧的方式来挖近民众，互民众了解到，若准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就要勇敢站出来。做人头家或是做人劳工的，拢要互相尊重。希望大家做伙来重视工作边缘的议题。歧视，这个算不算是歧视啊？没关系啦。习惯了。影片是咧讲原住民因为身份甲文化无同，常在伫工课场互人歧视。今年劳动部特别以“你就是家己的工”做主题，拍影片加强宣导民众伫工课场的平权意识。劳动部望透过影片，鼓励大家伫工课场拢爱无分族群、年龄、性别做家己的工。我要将我工作中所学的一切，我要自己设计、自己品管、自己监工。我要亲手在那一块地盖一栋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故事上尾讲到原住民后来伫工课场找到自信，找到家己的工。另外，根据劳动部的统计，性别平等工作申诉件数内底，受审理的件数111年是381件，112年增加到566件。劳动部强调，伫112年增加较侪是因为Me Too运动，加上性平3法通过，民众会主动找资源来保障家己的权益。亲像有新的妇女可能会需要兼顾家庭甲工课，这也是真侪妇女会拄到的挑战。单纯的宣导的方式，可能大家会感觉伤教条，所以讲拍算用电影的方式，互大家透过艺术的欣赏，有法度产生共鸣，有法度达到职场上的平权。劳动部表示，希望用戏剧的方式挖近民众，让民众了解原住民甲有性妇女伫工课场平权的观念。劳动部处长嘛强调，即马法律有规定，若是员工伫工课场受歧视，就会执法。不过处罚毋是目的，上重要的是望所有的人拢受到平等的对待，做伙建立平等的工作环境。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根据着地检署的统计，连续4年早期案件是刑事犯罪头一名。高雄市刑警大队就抓到一个诈骗集团，这主嫌竟然是5个好业人斗的囡仔，因含律师也佮代书一寡专业人士，除了提供强法的法律协助以外，佮会用这代书开假的借款契约，甲这查扣的查小白，拢总甲伊摕倒转来。警察。
放下手机。凤山分局的警察伫咧咖啡厅内底埋伏，掠到这位24岁的车手，有一个查某的受害者去互伊骗2摆，加在现场有掠到人，嘛甲证物扣起来。另外，高雄市刑警大队嘛破一件投资现金汇白的诈骗集团，因是去年先掠到车手，用源头侦办，才发现集团内底有律师斗3工。委任的律师都是几乎都是这一位陈律师。那我们警方也起疑，为什么都是这个律师来做这个辩护律师？原来这个律师呢，是透过这个辩护的当中取得车手的笔录，还有查扣的内容。警方追查发现，诈骗集团除了找姓陈的律师做报备啊，嘛找厝内开地政司事务所姓温的查甫人，假做是大师，骗受害者卖厝投资，甚至搁开假的借款本票，甲减掉甲警方查扣的钱退回来。要求被害人签立这个假债权的本票以及契约交由这个假代书温显送交给地方法院来做一个强制的执行然后呢，把警方查扣的这些没办法马上做定位的这些赃款呢，然后取回交给诈骗集团来保障他们的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获利他这个代书还有这个律师分饰两角。这个集团5个投资的金主拢是阿舍囝，厝内生活拢真好过。因选结合律师甲代书，利用投资诈骗，4个月内就赚到4亿外。即马减掉甲警方甲因名下的不动产甲名牌车全部查扣，起诉21个人，检方嘛请法院甲判重刑。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为了要解决这货车航空巴士隔停车无所在临时停车的问题，台北市交通局伫咧今年4月开始有计划106架的营业用共用临停区。本地是规定讲，敢若会当停3分钟尔。不过对拜三开始呢，这停管处宣布讲，航空巴士隔停车停车时间延长到10分钟，若货车会当少停20分钟。另外每年会搁再增加150个架。货车司机甲车停伫若是个架仔顶面，这是专门予货车下货所在。若甲架头刷甲毋是个架仔，这是台北市交通局4月份接设个营业用共用临停区，甲若是个架仔是完全无同。伊除了会当提供货车上货、落货少停，航空巴士客停车嘛通少停。原本台北市停管处是规定，敢若会使停3分钟。拜三宣布，航空巴士客停车通少停10分钟，若是货车通延长到20分钟。到今年9月，我们有一些使用的心得跟一些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货车可以停20分钟，然后其他车种，比如说计程车、富康，还有富康跟长照，他们是停10分钟。这是我们有做的这些调整。着驶货车的业者认为，对因来讲，增加到20分钟依然是无够，至少要30分钟才有够业者落货。而且台北市目前的营业用共用临时停车架才106架，认为收少根本就无够。3分钟可能我下一个车货还没搬就已经3分钟到了啦。停20分钟当然不够，可是总比3分钟好吧？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是它开放红线临停，可是它又说那会影响交通吗？对此，台北市停管处是回应讲，会设营业用共用临停区的目的是为着要减少交通乱象，让大台车的司机临时停车方便。若延长到30分钟，行收久，会造成其他民众交通用路的无方便。另外，架仔收少的问题，停管处是表示，明年会阁增加150架，提供业者有更较便利的环境。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中华社头的南地村大概有2000人，这65岁以上时代占18%趴瓜。这人口老化真严重，毋若庄头内并无诊所药局，若准备去互医生看，就要走到市区，路途遥远，对时代来讲是真无方便。即马着病院向卫福部申请巡回医疗服务，但礼拜四拢会来到社区替居民看病，希望改善偏向医疗这款资源欠缺的问题。
中华社头的南地村人口大约2000人，65岁以上的时段占18.6%，但是庄内无医生馆嘛无药局，社区的时段若破病，就爱去市区看医生，交通真无利便。爱去到湾林，无咧社头啊，打铁要打到足艰苦、足忝的啊。老伙仔有的都摆骹头啦，啊，毋着遐疼啦，啊嘛是爱找医生啦，无找医生袂好啦。南地社区表示，庄内的少年辈大部分拢出外去食头路，时段若要去市区看病，就爱坐公车，路途遥远。即阵有病院向卫福部申请改善计划，逐礼拜四会来社区替居民看病。阮这时段若袂晓骑多摆，啊若无家人甲载的话，因拢爱去咱的万林客运的车牌卡，啊等7点钟一班的车。坐去万宁了，再搁行路去诊所。基本上，阮这时段看病，真正是不方便啦。就三高的病人，可能他就3个月才去就诊一次。来这个南地村我们的这个门诊的话，针对他慢性病的控制，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结果。医疗团队指出，台湾已经是高龄化社会，时段普遍较会有高血糖、高血压、慢性病这类问题。透过社区巡回医疗服务，通好随时掌握时段的身体状况，嘛希望会当改善偏向医疗资源欠缺的问题。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台南的官店，这是全台湾菱角种上介济所在，在地官店国小呢，也伫咧校园内面种菱角。趁即马大出的时机，学校结合着这实农教育课程，互学生囡仔亲身落去挽菱角。另外，永康国小也甲这中斗顿结合着这块，竟然也会当来食补，也再加入着迄保记呢，要来介绍台湾的这块。今仔话水家庄准备要挑战今仔日的任务挽菱角，因一组学生先落水铲板，另外一组是坐伫小船顶，互囡仔坐菱角船，体验早期做事人过船仔挽菱角的感受。台南官店的菱角占全国总产量7成，在地官店国小推设实农教育，打造无同的场合，互囡仔认捌家乡的特色。我感觉足趣味、足好耍的，因为咱都是第一届。去挽，先甲菱角刻起来，甲并过看敢有菱角啊，菱角小个迄地当甲挽起来。咱的小朋友会当亲身来体验，借这个机会来提升着咱小朋友的这个实农的这个知识，个咱的能力，个咱实农的素养。大鼎拿落去，香港的麻油味，佮掺鸡肉，互人嘴软插插的。好食的麻油鸡准备通上桌。同款咧推设食食教育的，佮有永康国小，初七是24节气的日当，学校嘛特别穿规套青草的食补餐，通互囡仔补身补气，嘛结合保育课程，教囡仔节气的由来参相关的俗语。四神汤跟麻油鸡。哦，四神汤跟麻油鸡。那你觉得今天麻油鸡好吃吗？好吃。麻油烧鸡，这个比较热补的料理。再加上迄个比较温补的迄种素型排骨汤，中合起来，可较袂感觉遐尼燥热，然后再加上迄个细色的蔬菜，因为伊的营养成分会比较多。这学校拢咧推广食在地、食着时的实农教育精神，校方讲，互学生亲身体验，来了解食物到食饭顿的过程，嘛通认捌农业参咱大的这片土地。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讲到这几年，这台基本出版品是愈来愈多，销量也愈来愈好。中央通讯社也出版电子册，也透过着访问台本出版界的专业人士，讨论着这台本出版的起草甲发展。但是有出版社就讲，甲华文出版比起来呢，这台本出版的编辑技术要求是加真悬。即摆台本册当咧起步，也有真济台基文字系统需要建立标准，安尼时呢，这台本出版才会当固定。这几年台本出版长兴，不管是诗集，也是网架，阁有甲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翻译做台语版的《小王子》、《杜别林人》等等，各种作品拢有。长期注心台语文创作的王昭华认为，这是台语文过去经过长残，即马当咧复振的脚热，证明台语通讲万事万项。人香港谁会当讲广东话？伊嘛是现代社会啊，是啊，像咱台湾的即个现代文化的即个部分，咱就缺失，加上拢是停留伫乡土，这毋是天然，毋是自然，这是种出一步一步安尼，这是一个语言复振啊。这片图你本来是种即个，啊，你规个用迄个调啊，你搁要甲种断啊。
用白板电脑就通读中央通信社出版的电子册《都市文化史》台湾艺文百景。内底有关注这几年台文的出版业，拜四也举办座谈会。长期出版台文册的前卫出版社讲，虽然这几年台文册市草好，但是台语文出版的人才资源也是有真侪挑战。可能会认捌讲，编辑按着共款，华语的编辑安怎做，我台语就安怎做啊。但是实际上毋是安尼。比如讲，华语敢有需要去考虑啥物汉字甲罗马字的问题。华语敢有需要去考虑讲，我的读者台语的能力堪站到倒位的问题。郑清宏讲，甲华文出版比起来，台文出版对编辑的能力要求是加真济，而且目前台语文字要会当正常显示出来，技术嘛也无够成熟，增加台文出版的难度。郑清宏认为，台文出版长期靠中央补助嘛毋是办法，出版业甲政府应该为即马开始建立各种台文出版的标准流程甲系统，安尼台文出版才通永续发展，行会久长。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0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0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0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6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